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 JK 爸爸投資頻道，我係陳立展。咁今日星期日拍片呢，主要想同大家分享幾樣嘢啦。一嚟就 update 一下大市嘅走勢，另外都回顧一下短期即係市場嘅一啲機會啊、策略等等，同埋更加重要呢，又應承咗一眾嘅粉絲呢，就趁住星期日拍片呢，可以講多啲關於交易嘅心態啊、時機啊等等。因為平時星期四都會開 live，都會講下大市嘅走勢。咁但係趁住今次係咩呢？大家見到後邊啊，我今次就唔喺香港嘅，即係又係一個即係 trip 嘅期間。咁今次係生日 trip 啦，我而家身在咧就法國嘅巴黎啊，嗱，見到係咪好歐陸式嘅設計咁樣咧？房間嗰啲咁啊，呢邊啊即係空氣啊、天氣啊，真係幾好嘅。咁一嚟就即係巴黎就呢個星期就即係萬里無雲啦。咁但係雖然咧係夏天夏令時間，夜晚啊9點幾都唔日落啫，空氣係幾涼爽，又乾又爽咁喎。咁啊知道香港之前啊落咗成個月雨，好似話呢個禮拜啊見翻陽光，但係又好酷熱咁樣咧。咁啊大家而家喺香港嘅話咧，咪記住出街可能都要擔遮遮一遮太陽嗰啲啊。咁我哋 enjoy 下呢個歐陸嘅氣，即係空氣之餘咧，冇唔記得大家嘅。因為其實咧拍呢條片嘅時候仲係星期日啊，咁但係應該到我出片嘅時間咧，咁啊應該香港時間就到咗我生日啦。我呢秒都未生日，咁但係咧聽日冇錯就正式嘅小弟又大1歲啦。咁啊飛之前咧都收到好多恭賀嘅説話，咁喺度咧一次過就正式親自感謝大家嘅祝賀啦。咁啊大1歲亦都即係生日快樂，亦都收到好多生日禮物啊、生日蛋糕咧。咁希望今日呢條片咧都當係即係自己生日，即係切蛋糕分俾人食，當係一個分享咧，就講下其實最近咧市場嘅走勢，尤其係6、7、8月咧，講真就幾波動嘅，唔係淨係香港嘅，外圍都係。咁所以咧，即係其實點解想趁啲機會咧，講下一啲除咗嚟緊一陣間會講到大市嘅後市走勢嘅睇法，我都係會 keep 住 update 同分享。咁但係有時咧，經歷完一啲重大嘅事故或者故事咧，好多時候作為一個投資者，即係大家都係普羅大眾，都係散戶一名啦。其實有時候心態某程度上可能緊要過個機會，或者喺個市場嘅走勢係升定跌嘅。因為咧講開故事咧，最近開始聽到一啲講法又話啦，喂，香港最近咪又反彈翻唔錯啦。之前你知啊6、7月咁急跌落去2萬嘢嘅時候就哀鴻遍野，又話喂又話牛市嘅，你知我哋都睇市場仲喺牛市裏邊，咁啊相信嗰陣時嘅急跌會反彈，咁托賴啊。今日睇翻轉頭都啱咗啊。咁但係咧嗰頭升完上去咧，又見到啲聲音話，喂，唔係喎，美股創新高添喎，香港都未創新高噶嘛。喂，美股好似成單嘢仲牛啲喎，咁不如喂趁而家香港反彈啊，遠離港股啦，賣啲啊搬去美國啦。呢個係最近咧開始聽到一種嘅即係一種 vibe 一種故事嘅口吻。咁另外仲有2個故事咧，我想乘機咧好短好快分享就係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美國之外，其實今年最牛係邊個市場咧？嗱，因為作為一個投資者，喂，其實最叻嘅都係揾嘢買搏佢升賣翻出去賺錢，投資都係想即係資本增值咁樣嘅啫。咁所以邊個市場最牛，盡量踩過去，好正常啊。但係今年最牛其實唔係美國啊，知唔知係邊度啊？如果你計過往12個月啊，到呢秒鐘最牛都仲係韓股，韓國 Kospi 指數。如果你淨係計今年年初到現在，都幾乎韓國仲係數一數二啊。點解話幾乎呢？因為啱啱呢個禮拜韓股又跌多5到10%咧，已經好似由第一跌咗落第二啦。但係直接啲講，如果你淨係睇過往今年以嚟，即係2026或者係12個月以嚟嘅話咧，某程度上韓國都係最牛嘅。咁點解要買美股啫？買韓股唔係仲正咩？咁樣嗱，呢個當然唔係建議大家韓股、美股或者港股揀邊個市場咧。你問我邊個市場你有信心喺上面有優勢賺到錢嘅，其實3個市場都投資冇問題㗎。不過今日想喺心態上面咧，去到某程度上 address 有時一啲我會描述係迷思，就係邊度牛，邊個板塊股票都係㗎，有分板塊啊，邊個板塊牛就衝埋去，點解好似都係有問題多過係有着數咁呢？不如就先聽下韓國最近有冇聽過有幾十萬散戶爆倉嘅故事啊？喂，唔係話即係爆倉咩意思呢？係輸到本都冇埋。講真嘅喎，最牛嘅市場竟然出啲咁嚴重嘅事故。咁當然你調翻轉講就可以話韓國最近都好 volatile。你知佢個市場結構得嗰2隻嘢，海力士同三星，咁啊話升一齊升，話跌一齊跌，所以成個大市都好錯。咁啊美股好似冇咁錯，其實美股都係好錯嘅。美股閃崩嗰下你都係走唔切嘅。如果你話唔信美股掂硬嘅，有冇聽過最近美國有個少年？即係好似出生自德國嘅股神，就喺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然後就個基金由10億變咗幾百億，2年之內話 AI 好勁，寫100幾頁嘅論文，然後1日之內就冇咗，真係冇咗
係啊，幾百億美金嘅資產俾人接管，佢唔係冇晒嘅，好彩佢咩呢都留得青山在啊！但係你諗下，大跌80%係咩道理呢？如果曾經你嘅身家由1萬、2萬、5萬、10萬儲到100萬，一日之內得返20萬，或者誇張啲儲到1000萬嘅資產，一日之內或者冇一個月之內冇咗800萬，我想問下，第一你心情如何？第二你怪邊個呢？點解話你怪邊個呢？咁你輸你都要有啲有啲嘢要負責啊，係咪？即係唔好話一定係人啦，個市場幫你負責好冇呢？咁嗱，佢有冇揀錯市場啊？佢揀美國喎，佢有冇揀錯板塊啊？佢科技專家喎，佢真係專家。佢之前未做呢隻量子基金之前就係 OpenAI，即係你諗下入到去做嗰啲即係高級嘅啲程式定係啲咩即係編碼員嗰啲咁上下嘢啦，係啦。總之就學歷背景冇乜邊樣係僥倖嘅。嗱，揀到美股佢本身係即係喺美國市場，美國大學畢業，揀啱美股而家最牛係咪？大家想搬過係咪？佢仲要揀啱板塊，爆倉輸咩呢？韓國人爆倉輸咩呢？係啦，即係如果你諗唔清呢樣嘢，嚟緊我幫你判市香港大牛啊，或者唔好話啦，香港唔好話我判啊，佢直接升啊，唔好話2萬6啊，26萬都到啦。好事定壞事呢？喂，大家一齊贏錢梗係好事啦。其實如果你問我啊，我生日願望只係得一個嘅啫，我一直以嚟建立呢個頻道願望都係得一個嘅啫。就希望大家有緣相會，咁就分享到嘅，希望同大家交流多啲之外呢，我係一直有個夢想，我相信散戶輸多贏少，只要肯努力學習，係可以改變，甚至乎個夢想係咩呢？就係如果每一個即係我哋頻道嘅會員啊，我哋嘅學生，我哋一齊炒個拍檔，係每一個人都能夠有贏錢嘅體驗嘅話呢，咁我就覺得就係啦，心滿意足噶啦。咁當然啦，呢個嘢夢想嚟噶啦。點解？因為市場真係太多誘惑，而個誘惑唔係你揀錯股票、揀錯市場，係可能揀錯心態或者揀錯個策略。所以今日呢，我個主題呢係投資嘅開門7件事喎，係啦。就唔係即係純粹講後市升定跌轉頭都會講㗎嚇，咁但係點解要先講開門7件事呢？即係邊7件啊？如果大家即係對中國啊，其實我成日覺得呢，中國嗰啲嘅成語或者諺語呢，好多都係博大精深嘅。柴米油鹽醬醋茶嗱，7樣都係你民生必備嘅東西啊。咁但我想大家先諗下呢，如果當呢樣嘢對生活掛鈎，即係由投資向生活學習啊，呢7件事有冇次序嘅優先之分呢？你發覺好得意嘅喎。柴米行先嗱，如果你聽過，喂，大佬食唔飽就生存最緊要啊！憂柴憂米係一個人基本嘅生活嘅生存需求，後尾先到慢慢生活品味嘅係咪有醬有鹽嘅調味啦？跟住仲有醋，開始有茶，係咪開始哇 elegant 啊？好似我而家就法國就飲啖茶先，法國啲茶真係香啲啊！咁呢杯係酒店提供嘅 Earl Grey 嚟嘅，咁但係講呢樣嘢就係咩呢？就係其實投資嘅世界都幾似嘅，點解要投資啊？好地地打份工，儲到錢夠生活咪得咯，係咪？係啦，咁但係生存到生活啊，即係你夠生存，生活嘅品味提升，其實你咪希望就好似財富上，如果能夠將來豐富啲，選擇上可以有多啲嘅自由彈性嘅話，即係食食靚啲，睇多啲嘢，咁全部都即係現實都有成本啊嘛。係咯，咁所以投資好多時候就係講緊你都基本上係解決到生存，然後有個本金，希望錢滾錢希望咧慢慢係即係叫做日積月累咁樣就好似即係叫做即係 anyway 咧，即係唔好講到好遙遠嘅理想，希望都想係生活一天比一天更好啊！咁但係個前提就係，喂，投資如果做錯決定，可以爆倉，可以係由你累積嘅利潤以至你本金都會冇咗喎。咁所以咧，柴米油鹽，點解柴係行先呢？其實柴是什麼東西呢？我會描述，其實如果以平時一個人嘅生存嚟到講啦，可以話係一切嘅基礎嚟嘅。點解唔係米呢？咁樣講真啦，如果你問我柴，如果係你嘅即係投資嘅角度，係你本身嘅基礎。投資咩叫基礎？本金係個基礎咯。你冇本，你有幾多即係叫做得米嘅能力啊？即係米喺我心目中咧，真係開飯啦！喂，投資一齊想揾嘢揾機會開飯，係咪可能即刻喂，不如開個圖先啦？有冇機會開飯啊？阿 Sir 嚟緊個市短期升定跌啊？中長期牛定熊啊？邊隻股票好？係咪呢啲嘅諗法都係喂揾機會開飯啊？係啦，喂，你講真係啦，巧婦都難為無米炊。你冇米啊，冇開飯嘅機會，講乜都假。有柴有咩用啫？係啦，嗱，你攞啲柴你可以做咩？你諗真啲柴其實係最多嘢用嘅喎。係啦，你冇柴去到以前點火，你邊度煮到熟啲米啊？同埋唔止嘅柴，除咗係用嚟煮飯食可以飽肚暖肚之外，喂，以前一個人啊，飢寒交迫在於咩呢？其實饑荒係行先嘅感覺上，但係寒冷呢？以前啲人有時就係即係啲柴斬翻嚟啊！即係點解要好天斬埋落雨柴？就係喂，如果你諗下有一日俾你食飽咗，但係好凍，你冇柴生火，你覺得你係邊樣嘢容易生存啲啊？
係啦，喂，好話唔好聽，今晚冇飯食，好肚餓，可能係最辛苦喎，辛苦過凍喎。但係如果你嗰日有瓦遮頭，柴可以起柴屋，係咪？有瓦遮頭，有柴點火，過到一個寒冷嘅冬天，唔食2日飯，人係生存到嘅，個生活品質好低，生存到。但係你如果調翻轉啦，如果有一天你攞晒呢啲嘅柴啊、東西啊，去到賭博就係為咗揾米啫，純粹為咗飽肚食好啲、食大啖啲、食多啲嘅話，係啦。贏到有飯食梗係好啦，冇咗如果連屋都冇埋、柴都冇埋嘅話，你諗下，我俾你嗰頭食飽飯，呢頭啊，如果俾你過一個寒冷嘅即係晚上嘅話，係咪隨時飽住肚，即係凍親咁，生命受威脅，唔好講啲嚇，即係生人唔好講啲嚇，唔老禮嘅字眼嗰啲咁啦。即係呢樣嘢褪翻後啊，點解你發覺我今日嘅分享唔係直接講個市牛定熊、升定跌，個框架喺邊呢？其實呢，坦白説。過往呢方面嘅分享，我哋都不遺餘力嘅，因為我睇翻咩呢？其實上一條我拍片啊，係幾時呢？原來就係4月中啊，啱啱先第2季入去呢，同大家分享個框架啦。啊，當其時講咩呢？原來啊，注碼同資金風險嘅控制，我其實上一條片已經講過噶啦，但係冇好詳細或者冇講到就係我上一條片，如果你願意睇翻咧，喺4月19號啊，即係星期日拍片啊，嗰陣時我講到一個叫 point of ruin 嘅字眼。今日我想講多啲嘅，當其時我哋主要講咩呢？就係 OK，咁啊嗰陣時就係啱啱踏入4月份啦。咁第1、2季有個框架，我哋 follow through 緊噶嘛。即係當其時咪話啊，牛市2期係一個整固格局。咁啊嗰陣時1、2、3月咁一直喺28,000、24,000，我哋話喂都好準啦，好正啊，係咪嗰個框架？一度見到就困喺呢個範圍裏邊。咁所以變相咧，其實當其時都係一種整固中一度尋覓機會，但係咪係咁上嚟嘅？查晒好多字啦，啊彈高啲點解又要食啲啊留啲啊？覺得成個整固幅度同埋時間責任未夠咧，結果咧喺6、7月真係一個急跌。最低跌到22,500，而正呢一樣嘢喺中長線，其實我哋喺9月份上年啊打後嗰個10月幾號啦，9個月前啊嘅季度研討會已經講過，其實回調有機會嚟到呢度，我哋會買，而去到嗰度嗰刻嗰個月前話你會好驚㗎咁樣樣，咁6月份跌嘅時候，大家有冇驚咧？真係有㗎。我仲記得嗰個禮拜開 live 嘅時候，大家話好驚，咁我話咩咧？我話我買緊，但我分住買啊嚇，由24,000跌穿，我已經逐啲買每跌100點買一張期指，就係想分散個注碼嚟到慢慢坐翻上嚟。其實今日睇翻轉頭，純粹以睇法計，托賴真係幾唔錯嘅喎。嗱，我想講，今日我唔係想喺呢啲睇法啱咗嗰度去到認叻嘅。點解咧？睇啱唔係最叻嘅。點解？投資唔係為咗睇啱啊嘛。我俾你諗翻轉頭。如果有一天回望翻過往自己10年嘅投資嘅經歷，你係希望自己講親啲嘢都啱，咁樣緊要啲啊？定係希望最後係贏錢？2揀1，邊個緊要啲啊？我相信100個投資者100個都話揀，其實唔緊要嘅，中間有啱有錯都得，唔使啱晒，但係最緊要贏。睇啱晒冇贏過就混吉嘅，或者睇啱9次輸1次都係冇贏過，都係混吉嘅。唔好講話輸翻轉頭，好似啲美國嗰個得咩嗰個科技小子爆倉嗰啲咁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呢一個即係生日啦，唔好介意嗱。今日我生日，我主角，我大晒，其實你哋先係主角嘅。講真，我從來都覺得拍片其實觀眾先係主角。我係希望講嘅所有嘢可以幫助並滿足大家，但我又唔會一味淨係滿足咩咧？就係阿 Sir，我淨係想知升定跌啫，同我講聽日邊隻買咁樣樣，唔使其他廢話。我唔願意咁樣滿足嘅，因為咁樣其實滿足唔到大家真正嘅夢想。夢想係贏錢，係咪先？喂，如果同意嘅話咧，我覺得大家留言咧，俾啲 feedback 我啊。係啦，即係如果你覺得啱啱先呢番嘅説話係有啲啟發性，你會覺得喂係喎，以後往後唔該問問題，唔係淨係睇升定跌嘅，你可以覺得你如果支持今日嘅講法嘅，俾啲即係打兩隻字話俾我知啊。相反，如果你話反對嘅，你覺得啱啱先呢一啲嘅説話啊，其實就好浪費時間啦。阿 Sir 你都係淨係話我知升定跌嘅話咧，我建議大家你都可以照打出嚟嘅。我純粹裝一個統計啫，我唔為邊一個睇法啱定錯去做個判斷，我亦都冇呢個資格，因為我唔係神啦，係咪先？即係真正嘅是非對錯、正義與否，我相信我哋都係盡量喺度追求嘅啫。咁但係呢個過程裏邊，我作為一個分享者，或者我甚至乎教學緊嘅，作為老師，或者喺個炒房度，我直情係一個 leader，我要帶住大家係披荊斬棘。你諗下，到底一個戰場上係咪嗰個勝負個存亡係好重要啊？咁我就唔同大家客氣嘅咯，我就將我最主觀嘅嘢講出嚟嘅咯。而我暫時呢秒鐘，無論你啱啱先啦，即係願意打兩隻字同我分享你嘅睇法嘅朋友係點講都好，我主觀暫時嘅經驗就係話，其實睇法唔係最重要嘅。點解咁講？我夠知呢個係牛市，一早知啦，我嘅策略都有 follow through啊。但我亦都知咩呢？呢個月其實遇到困難嘅散戶，遇到困難嘅大眾係唔少嘅。你淨係睇下韓國，明明仲牛過香港，有乜用啊？
結果錯誤嘅時機、錯誤嘅注碼控制、錯誤嘅槓桿，幾十萬人爆倉。咁你諗下香港會唔會遇到呢啲慘況啊？香港冇韓國咁錯啊，中錯啦，好冇？係啦。我話俾你知啊，唔使你即係 feedback 你自己嘅處境啊，我淨係同我啲學生溝通，喺我炒房裏邊啲拍檔，每一個願意分享嘅情況，我話俾你知啊，呢陣急跌急升，有一部分跟得我耐嗰啲，全部係即係食到舐舐嚟嘅話，個財富再創新高，比比皆是。但係亦都有唔少個別嘅例子啊，唔少添啊，比平時多就係點呢？阿 Sir 呢陣操得唔好，係由贏變輸都有。點解？就係衰係咩呢？唔係個睇法有問題，亦都甚至乎唔係個玩法設定有問題，係個過程嘅心態。心態在於咩呢？就係注碼控制。點解柴米油鹽係柴行先呢？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燒。呢句説話嘅真諦在於咩呢？其實唔淨係啊呢個範圍，我哋點樣分注買呢個都係個玩法個策略啫嘛。其實投資點解我咁重視呢？平時所講點睇梗係行先嘅，你冇個睇法，你邊有得玩呢？但係點睇點玩之後。即係仲有兩樣嘢就係點解同埋點揀，為何咁重要呢？因為其實當你知道點睇之後，你要定策略啊，邊啲位買，邊啲位賣，係咪一個玩法？你一定要有先可以贏錢啊！但係背後點解？點解我哋要分注？而呢個分注咩呢？唔係淨係將個注碼打散叫分注啊！另一樣嘢今日所講啊，留得青山在就係在於。呢個注碼落嘅時候有冇諗過啱嘅時候梗係贏啦，錯嘅時候輸幾多，你會剩低幾多啊？呢個其實今日呢，柴米油鹽柴行先。我想強調嘅就係上一次我哋提過 point of ruin 呢樣嘢唔可以去到就係你係不能夠俾自己任何一個注碼落完之後嗰次如果錯係會傷到你嘅本你嘅根基。咁嘅話，無論你睇法有幾啱，無論你嘅命中率有幾高，你嘅成個玩法或者資金管理都係錯嘅。嗱，咩叫 point of ruin 嘅意思就係咧，如果有一劑你一錯咗輸咗，你就有機會傷到個本金，未必係冇晒㗎，係去到你買唔翻啊！喂，你發覺你買股票一手都有個基本成本，有個單位嘅即係基礎嘅要求㗎嘛，你10萬蚊。可能贏嘅時候變20萬，再贏變30萬，輸嘅時候得翻5000蚊，5000蚊一手騰訊都買唔到，一手股票一張合約都買唔到嘅時候，係咪你往後有幾多咩呢？就係得米嘅能力啊！柴先個米，因為米係講緊開飯去咁樣，即係食多啲賺多啲錢咁樣。你冇個基礎，每一注去到穩陣，點樣輸點樣錯都唔會喐到個根基嘅話，其實再多嘅睇法，再多嘅牛市，再多嘅標的物啊，哪怕下一次之前可能係 Bitcoin，今次可能係 AI 股，下次可能係韓股都好，係啦，或者任何一隻香港嘅可能最近曾經爆升過又爆跌嘅，係咪好似1888嗰啲咩建滔嗰啲啊？你如果冇呢個交易嘅思維，係啦，即係你唔嗱，即係講真啦。而呢個交易思維，喂，如果我今日喺度，我帶住你，我梗係可以每一注點樣玩啊，同你細節講啊，逼你一定要跟啦。但係如果你唔係話咁樣有個即係叫做一齊炒住嘅話，你咪呢一個要自己為自己喺入市之前、開門之前咧，開你個即係叫做你個投資 app 之前咧，呢7件事你有冇按次序諗翻清楚晒啊？喂，因為講真啦，如果你話以純粹走勢，其實我哋過往嘅分享，無論由即係牛市相信延續。到牛市二期，相信會整固，到呢個整固嘅低位分注買到上翻嚟，其實即係講真啦，要啱嘅都唔係呢次啦，即係有乜好認叻啫？我哋如果講翻對上嘅3-4次佢築底嘅時候，如果你有時間咧，我淨係俾翻對上嗰可能3次每半年1次嘅季度研討會俾你睇啊。其實今次冇錯，托賴我哋又啱咗，係連續3-4次都係咁樣樣。但係點解去到今次落到嚟呢個位置，我咁強調就係大家唔好驚同埋唔好亂，係啦。其實你發覺睇翻轉頭，原來唔驚都唔係最緊要，唔亂先最緊要。你諗下呢一跌一升，即係咁理想嘅走勢，能夠令到大家或者好似韓國嗰啲股民咁樣咧，係哇傷埋個本啊，反而由贏變輸嘅可能性係咩咧？係咪要不就係太早買，而且嗰個注碼係不受控制？咁係咪如果你不受控制，可能你仲要槓桿，你唔理嗰個情況跌到低位，你嘅保證金唔夠，係咪好似嗰個美國股神，係咪好似韓國啲散戶咁樣被逼？如果低位斬倉，或者注碼過大冇分注，令到上到嚟嘅時候，你根本冇嗰個足夠嘅情緒，或者即係當你有注碼喺手咧，有時咧注碼越大，智商係越低噶嘛。冇嗰個平時本來你有嘅經驗，都冇嗰個智慧，可以喺嗰一刻度將你學過嘅嘢發揮出嚟嘅話，係咪好多嘅睇法反而浪費啊？如果咁樣浪費嘅話，喂，我下一步淨係講個睇法係咪冇意思啊？喂，如果講睇法，呢個月嘅框架我哋定咗㗎啦。睇翻我哋星期4開 live 啱啱星期4啊，你睇翻最短期啊，
即係你短中長一樣嘅啫。最短期我哋話跌到落去唔好驚佢，8月份似一個整固格局，跌到落嚟呢個位置隨時彈翻上25,900。琴日就到咗啦，星期四開粒，星期五晚就到咗啦，係啦。咁但係你知唔知道一個咁短嘅交易機會，只要你亂咁控制注碼，你一樣可以點呢？下次我同你講呢度位買嗰個位沽，你一樣可以呢度位槓桿過大嚇，俾人嚇親幾百點都可以錯走咗嗰啲，唔出奇嘅。一張合約，如果以目前你最低標準去做嗰個按金嘅話，幾百點就已經到你嘅保證金嘅極限。如果你再槓桿大啲啊，你槓桿誇張啲100倍啊，而家啲 CFD 好興啊，係咪？你著一聲就俾人斬咗倉㗎啦。That's why 今日呢，即係個分享，其實最想講係咩呢？嚟緊市場嘅走勢，因為我哋而家講咗少少啊，後市嘅走勢嗱，8月份嘅走勢，如果想聽詳細版本嘅，聽翻我哋星期四開粒條片都2日前啫嘛。注碼控制，如果想聽翻我哋3個月前已經提前同大家講唔好跌落一個 point of ruin 嘅意思，4月19號嗰條影片都有講嘅。咁但係今日影片講咩呢？今日影片講嘅就係8月份、9月份，你問我呢，當市場經歷完一個咁大嘅震盪之後，睇翻日線圖啊，係啦。你問我，其實8、9月可能佢會突然之間唔喐嘅，而唔喐就係咩叫唔喐咧？唔喐唔係心跳冇咗嗰種唔喐，即係跌完500彈翻600，係咪好似冇變過啊？係啦，但係嗰頭彈完600又跌翻500嗰啲，係咪可能係整嚟整去都係呢啲位置啊？但係咁樣唔喐有咁樣唔喐嘅玩法，呢個月我哋會做啲短倉啦，我哋會專注一啲短炒啦，但我哋係充滿住警惕同埋好頭腦清醒地，唔會因為佢個波幅細咧，你知唔知都可以有陷阱嘅。波幅大嘅陷阱就係你可能錯嚟錯去會快咗入市啊，有啲又捱過龍啊嗰啲咁樣。波幅細都有陷阱嘅。波幅細嘅陷阱咩呢？當你玩多1、2個禮拜，見佢個市唔喐，你又嫌哎呀喐得嗰3幾百點，次次都啱嘅，早知就唔好1、2張咁買啦，10張、100張咁買啦，咁你先至夠喺咁低嘅波幅度，係咪揾到你想揾嘅大錢呢？你就將米先個柴咯。如果你問我呢個諗法就係柴行先就係咩呢？柴就係基礎，係啦。你萬事萬物都有個起頭噶嘛，係咪？所以最難亦都係咩呢？儲一個足夠嘅本金，你本金夠大，其實你都唔會俾一啲咁少嘅市場嘅波動去到動搖到你一個長線嘅部署嘅，係啦。但係萬丈高樓從地起，就係在於，喂，你嘅基礎要打穩，就係你起碼最低嚇，當係嗰幾支裝啊，嗰啲柴好冇啊？即係你嘅基礎要打穩嘅話，係咪你任何嘅交易，無論佢個波動大定細，機會呢個月係闊定窄都好，你都需要俾自己喺每一段入市 make sure 啱嘅時候贏幾多唔係最重要，嗰個係唔係？第二樣嘢重要，即係贏到幾多係重要㗎。後話，但係第一嘅就係咩呢？就係每一次嘅入市，無論你買一隻股票、一手股票，定係一次嘅短炒都好，或者一段嘅中線交易都好，俾自己喺每一次嘅交易，即係除咗我哋會分注去到令到我哋有信心，佢個範圍盡量用嗰個高機率體現之外，當跌到某啲位置，點解一定要嚴守個止蝕啊？係啦，任何嘅交易都要定好一個止蝕，就係在於個止蝕通常就係當你知道當佢唔對路，有機會影響到你本金嘅時候，係啦，任何呢類尤其係帶住槓桿嘅交易一定要止蝕嘅。除非你話，你長期買住盈富基金冇槓桿嘅話，講真啦，咁你唔止蝕佢跌落去，唔會影響到你啲柴。盈富基金亦都唔係你唯一嘅投資嘅話呢，喂，你買某隻股票唔定止蝕，咁樣就唔係叫做手勢有問題喎。你冇槓桿，佢唔會斬到你倉，影響唔到你根基。你用時間，用一啲低啲波幅嘅風險去賺取佢長期體現價值嘅機會，呢啲係一種策略嚟㗎嘛。但係當你一牽涉槓桿，槓桿未必係壞事喎，係啦。但係當你一牽涉槓桿，而你知道唔啱嘅時候，你唔定一個止蝕，而係當佢一錯不斷放血，影響到你雙本嘅話呢，其實開門7件事，第一件已經錯咗。咁往後啊，有揾米嘅機會，喂，有油去到令到潤滑成個交易嘅策略，甚至乎啊鹽啊醬啊醋啊，都係為生活慢慢調味，到食得飽喺度嘆茶嘅時候，係啦。其實呢7樣嘢呢，如果大家逐樣想聽咧，喺投資嘅比喻裏邊，點樣可以喺根基打穩之後，揾多啲市場嘅優勢，以至於用工具去到潤滑化或者為你投資去到調味嘅話呢？嗱，大家嗱，即係如果覺得今日呢段分享其實講到呢度呢，差唔多尾聲㗎啦。即係今日想同大家反而第一樣嘢去到警惕就係咩呢？嚟緊市場，我覺得短期可能唔錯嘅，所以我今日叫大家，哇！你下一轉都要諗清楚個注碼控制嘅風險呢。我諗俾市場2、3個月嘅悶市又會有機會沖淡咗，而散戶通常都係記憶都係唔係咁即係
好容易忘記嘅，其實韓國呢一啲咁樣嘅搞到全民破產咁滯啊，喺金融風暴已經試過一次嘅啦。當年咪韓國成扎人要捐金俾個國家，就係因為金融風暴啫嘛。今次唔係金融風暴，今次係牛市啊，今次就散戶埋單，呢個就係外資欺負。呢啲小市場咁咪第一次噶啦，香港咧經歷多幾次啊，我哋亦都嚇我哋唔到噶啦。咁但係韓股你如果覺得你好熟嘅 Be My Guest 你過去咯，咁但係美股你覺得你熟嘅 Be My Guest 過去咯。但係點解我咁緊守香港呢個市場咧？因為實在太多嘅優勢，起碼我呢套嘅即係叫做投資嘅叫做成套嘅系統裏邊咧，即係香港好多嘅資金盤路啊、基本因素啊，香港成個循環，我覺得係充滿優勢。係啦，即使佢唔係最牛一個市場都好，即使佢都錯㗎嚇，但係即使佢亦都未必係一個可能暫時即係市場裏邊最多人青睞、最多人歌頌嘅市場都好。其實點解我咁緊守住、咁迷戀住呢個指數嘅市場咧？其實去到差唔多下個 topic 嘅啦，就係香港係真係好多掘米嘅機會嘅。咁但係幾好嘅機會、幾好嘅市場都好，哪怕係任何一個板塊先搞掂柴嗰一 part 啦，柴嗰一 part 就係任何出入市一定要控制好你嘅注碼風險。係啦，任何一次嘅交易機會，任何一次我哋幾有信心邊個一買都好，都要定翻即係注碼嘅控制啦，唔好槓桿過大啦。另外亦都係咩呢？就唔對路嘅時候先指示離場，確保就係仲有足夠嘅本金，唔會傷到本嘅情況下，可以有更多往後再入市嘅機會。係啦，咁所以8月份呢嘅走勢啱啱先，其實同星期四所講嘅好接近，佢會悶嘅。係啦，你有好多短炒機會嘅。亦都可能會嫌佢扯跌完300又升翻400，升完400又跌翻300嗰啲，會令到你覺得喂個波動咁細，不如又想將個注碼擴大，令到哎呀之前就食開，可能1000點波幅，而家得100點啊唔夠嘅話，都會有機會每一樣嘢嚟緊動搖大家嘅。咁所以呢，即係後市往後嘅走勢，8月份其實呢，佢會似點樣呢？我覺得佢都係會似短期不斷變化嘅，不斷變化在於就係好似我哋啱啱先星期四所講，就係短炒框架，每日要睇 update。係啦，嚟緊星期一次咩呢？我諗星期一次買下手回翻落嚟少少都唔出奇嘅。但係我諗呢陣呢，就回完可能都仲有得再上。我諗星期一就呢啲範圍啦嚇，係啦，即係短炒你當下框架同大家分享。可能你睇嘅時候8日 time 你睇呢，佢已經過去㗎啦，係啦。咁但係當日朝頭早好多動態嘅資訊，邊樣嘢有優勢？點解短炒一定要識睇短期嘅資金盤路，以至於一啲技術指標，即使係開住市，即使都要做判斷呢？其實個核心就係在於啱啱先我哋講嘅優勢喺短、中、長都有啲唔同嘅把握嘅口訣嘅。咁嗰度呢，就已經唔係柴嗰部分啦，已經係去到咩呢？就係交易點樣化成優勢，揾到更多得米嘅機會呢。咁如果大家今日聽完柴呢部分，覺得我哋即係用開門7件事嚟比喻成個投資嘅邏輯。如果你覺得係正嘅，都唔錯，有啲啟發性，有啲興趣，有啲好奇心，想聽埋落去嘅話呢，咁啊留言支持2句，我睇下因應大家嘅留言啊。如果我我下個禮拜再喺歐洲㗎，個生日 trip 未完，就星期一飛去瑞士嗰邊。咁其實下個禮拜6日呢，就準備翻嚟香港㗎啦。咁如果大家覺得今日呢條片嘅話，即係對大家可能係叫做即係分享下投資一啲心得，係有啲共鳴嘅話呢，不妨打2字留言話俾我知道。咁就至於米啊、油啊、鹽啊、醬醋茶嗰啲往後嘅分享仲想聽嘅話呢，咁亦都係留言話俾我知啊。咁今日我諗講住咁多先啦。咁8、9月份我諗就悶市機會唔少。咁短炒有機會，短衝都有機會。咁細緻啲亦都可以睇翻我哋星期四定時開 live update 嘅一啲短期、中期框架嗰啲。咁而即係可能今日即係同大家語重心長就係講咗點解基礎最重要，就係往後會再有機會。悶完亦都可能8、9月資金一變會有一個大突破嘅。其實今年往後仲有高位唔出奇嘅。咁但係邊個位買同買嘅時候，下一次點樣分注？點樣確保唔會好似即係過往幾個，即係唔好話淨係香港啦、韓國嘅散戶們或者美國嗰個少年股神一樣，因為市場一啲明明本來合理嘅波動性，卻不合理或者係不幸地係影響到大家成個交易嘅配置，以至於係俾佢掟走咗，係啦。咁希望呢，下一次如果大家即係從呢一次呢啲別人或者可能自己都經歷過嘅一啲重要嘅經驗裏邊係即係叫做有啲得着嘅話呢，往後其實市場好多嘅機會都會發生。咁往後即係大市無論邊啲位置值得再買啊，或者再沽，或者短期唯有佢喺度上落，唯有靠住短炒，點樣喺唔同嘅角度都揾到優勢，短中長嘅時機，即係各自去到把握嘅話呢，或許將來有更多嘅機會呢，再同大家分享啦。好啦，感謝大家嘅時間，咁今日講住咁多先啦。咁如果有機會嘅話呢，往後星期日拍片同大家分享多啲即係交易心態嘅邏輯，咁係啦，即係多謝大家，我哋下次再見啦。